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屋苑換電梯嘅最新情況。呢單係過千萬嘅工程，我哋一定要多啲業主發聲，等法團聽到真正嘅民意。呢件事唔止關乎每戶可能要出過萬蚊工程集資，更加影響未來20年我哋每日出入嘅安全同方便。升降機係我哋朝朝晚晚都要用嘅設施，絕對係關乎每一位業主嘅切身大事。講返換電梯本身，目前方案嘅討論中，焦點主要落係周年大會以高票中標嘅威迪工程有限公司上。網上關於呢間公司嘅資料唔多，大家都知佢主要做安裝、保養同維修，但睇唔到佢有自己研發、設計同生產升降機嘅能力。簡單講，威迪提供既係組裝梯方案，即係買唔同牌子嘅零件返嚟砌成一部梯。雖然零件係用得，但係同東芝、日立呢類大牌子比較，人哋由機身、控制系統到軌道鋼索，全部係原廠一體化設計，長期嘅穩定同兼容性理論上更有保證。我哋屋苑自1982年入伙就用東芝原廠系統，期間曾經翻新過。而威迪就係為我哋提供咗15年保養嘅服務商，但係咧，大家都感覺得到，而家大部分嘅電梯成日都有系統唔夾、自動熄燈、反應慢等問題，可能咧就係多年嚟用非原廠零件、用頭痛醫頭嘅形式維修累積落嚟嘅後果。如果換新梯都繼續用組裝方案，呢啲問題咧好大機會會跟住我哋未來下一個20年。萬一某隻零件停產，成個系統亦都有可能要換過，到時候維修開支就會又貴又被動。而另一個令人困惑嘅係價錢，威迪報價大約1084萬，喺12間投標公司裏邊排第3貴。但係其實有原廠方案呢仲抵過佢，例如東芝總代理暨其士 Chevalier， 佢哋應該最熟我哋嘅現有系統。技術銜接上都會有保證，又或者日立呢類國際品牌提供原廠一條龍服務。既然有更平、更可靠，又有原廠保養嘅選擇，點解要俾多近200萬去買一套砌出嚟嘅方案？仲有一樣呢，就係集資方式。目前嘅方向呢，係傾向要業主一筆過集資支付工程費，對部分人可能唔算大數目。但係對唔少小業主嚟講，一次性拎一大嚿錢出嚟會好有壓力。我哋認為應該積極考慮分期集資，減輕大家財政負擔。過去幾日，一班熱心街坊出力發起聯署，已經成功收到166組業主簽名，係法定要求嘅3倍有多。而聯署信已經交咗俾主席，管理處亦都開始跟進。呢個數字證明咗我哋街坊係齊心㗎。我哋嘅聲音係有力㗎，我哋嘅行動真係可以推動改變。可能有人會問啦，之前冇去業主大會投票，咁而家係咪太遲？一啲都唔遲。正因為聯署成功，法團最遲要喺45日內召開特別業主大會，重新審議所有同升降機相關嘅議案。呢次大會非常關鍵。尤其係目前有唔少授權票集中喺個別人士手上，足以影響最終決定。所以我哋更加需要每一位業主親身出席，用自己手上嘅一票直接表達意願，制衡授權票嘅影響力。冇人可以保證邊個方案完美無缺，但我哋可以透過理性比較，一齊揀一個風險較低、性價比較高、對業主較友善嘅方案。我哋嘅家需要我哋自己守護，團結一致，為我哋屋苑做個明智決定。期待喺大會見到你，一齊為美好家園發聲。